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7月初8的暗新闻。新闻头先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天气有够烧热，全台上高温伫台北市的时啊有38.6度，另外有科学家认为最近这阵可能是10万年以来上热的时阵。由美高科大学甲新竹女中分别有伫学务会议当中讨论新竹女中变做优明高材附属高中的计划，上紧2025年就会合并。美国初一宣布要提供乌克兰急速炸弹，但是这种炸弹伤害力是非常强，人道组织是警告会对百姓带来严重伤亡。今仔日的天气是有够烧热，今仔日全台上悬的温度是出现伫台北市的时啊有38.6度，因为太平洋有高压加西南风的大热空气，明仔载同款会是烧热的天气形态。另外，根据美国国家预测中心的资料，初六全球平均温度有17.23度，这是1979年以来上悬的温度。甚至有科学家认为，这阵可能是10万年以来上热的时阵。日头赤炎炎，真侪人咧生水解热。根据中央气象局的资料，初8全台上高温出现伫台北市的时啊有38.6度。气象局表示，因为太平洋高压加上吹西南风带来大热的空气，全台会热到初9。明天各地普遍是来到33到37度，一样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的近山区、花东纵谷。留意温度可能会再高个1到2度哦。礼拜1之后，水汽变得比较多一点，西南风也稍微减弱了。各地虽然高温都还是有32到35度左右，不过来到36度以上高温的位置，区域范围也会稍微缩小。那台湾烧热，根据外国媒体 CNN 报道，为美国国家预测中心的数据发现，初六全球平均温度是17.23度，创下1979年以来上悬的纪录。甚至有科学家认为，这礼拜的气温可能是10万年以来上热的一个礼拜。气象局认为原因真复杂，可能要等几个季节的资料出炉才通知影。在比较大尺度的环境底下，除了区域性的温度，还有整个大气环流的配置，都会影响在今年各地的温度的分布。原因还是要等事后所有的资料比较齐全之后呢，其实才会可以为大家分析出结果，还有成因是什么。烧热的天气也会继续，气象局提醒，要避免无必要的户外活动，也要注意时大、囡仔、脆弱族群甲户外工作者的身体状况。另外，伫咧闪方面的地区，可能会有火烧风，会使使用防风设施甲喷水，避免农作物损害。记者郭张水台北报道。天气烧热，用电的状况也要关心。最近，国民党有批评台电讲，核电厂内有用轻柴油的机组咧供电，这是咧发污电。对此，台电是强调，发电拢有记录，唔是污电。另外，这礼拜5，风力发电甲光电的发电量是创下新高。台电强调，供电是袂食力。但是对此，外界质疑，若是国内用电是无欠电，最近争议真大，中央大力咧推动的协和电厂改建，敢真正有必要？天气烧热，雨风甲光发电充足。台电指出，拜5中昼12:16分，供电发电量超过707万千瓦，加上风力瓦8万千瓦，拢总达到806万千瓦。针对最近台电风野出透过核电厂内的轻柴油机组发电，作为一般供电使用，根本咧发污电。台电强调，无污电就有绿电。这个都创下历史的新高纪录。那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大概5度电就有1度电是来自再生能源。那拜六天气较热，有个尖峰避震用量率达到22.96%。台电强调，供电无食力，也不过外界有关质疑，蔡政府几下摆讲无欠电，安怎要拍拼推动协和电厂改建屯海起势接力？台电表示，这是长期的电源规划方案，要应用经济成长，用电需求突然增加。我们去年的用电成长是非常高的，比我们的预期要高很多，所以我们的这个电源的规划会从宽，会宽裂。也不过，反数价开发的一方无法度认同国内放任用电一直成长的经济模式。各质疑台电的电源规划并不是建立的实在评估。
从北部火力发电厂到深澳电厂到现在协和电厂，我们用废发电已经要100年了。3个世代的基隆人都在用废支撑着北部的经济发展。台电说明，会伫绿电变网真上大的拍拼，也毋过电气机组这种交接能源也是需要开发兴建。也毋过反对协和电厂有改气的团体佮表示，并毋是反对能源转型，愿意全力支持协和改造再生能源电厂，反对新建电气机组继续威胁在地人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又搁发生医疗暴力的事件，伫台中市74快速道路，今仔日透早是发生车祸。22岁姓丁的驾驶按棍受伤，送病院治疗，但是过程当中是情绪失控，毋那冰岛摔椅啊站门各名医护人员。落尾警方是出动快速打击犯罪部队到场压制，落尾是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车祸受伤的22岁姓丁查甫人，车被透早3点左右到台中武丰的亚大病院就医。也毋过疑似因为甲女朋友感情纠纷，情绪失控大闹急诊室，先用脚撞玻璃门，摔落地边的椅仔摔向保全，烫衫啊冰岛大声发休。伊是用擦的啊，玻璃擦了大个，擦两三下，我就不愿意擦了。医护人员被迫中断工作，台中警方协助出动快打部队到场。你到底要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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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亚大病院表示，姓丁患者就医过程态度真无配合，那对医护人员交垃圾灰啊、离院进前的暴力行为，佫造成员工、其他病患甲家属惊吓，那设备损坏会对伊要求赔偿。医疗暴力事件导致我们的急诊室同仁遭受到这个疑似恐吓的言语以及脱序行为，让我们本院感到非常的遗憾。邓男在院内大声咆哮、破坏物品、干扰医疗行为，讯问后依法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方认定姓丁查某人对医疗人员暴力行为，加毁损医疗设备已经明显违反医疗法，传回警局讯问了后，专案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国立有名交通大学5月底的校部会议有报告新竹女中变做附属高中的计划。新竹女中伫6月底的校部会议也有提案讨论，而且通过相关的程序。有名交代是表示，若是一切顺利，上近2025年就会合并。有名大学甲交通大学合并2年多以来，对新竹女中成为附属的高中是真积极。副校长陈永富伫5月底校务会议报告，由大学老师团队带领高中开课，推动 STEAM 工程医学即寡特色人才培育，结合学校的医学甲理工的优势，成立新竹女中医师学程、科学家学程。增加更多的 STEM 人才，另外一方面可能希望增加更多的女性的 STEM 人才嘛。培养半导体即寡科技领域人才，尤其是女性。副校长强调，会找德科的指标企业斗阵参加。新竹女中无接受访问，但是回应6月底校务会议通过同意办理后续改历史的定数，才会送教育部审查。我们一定是在明年的7月之前递件哈。那他从长审查也是差不多要1个学期左右，所以最快应该是后年啦。新竹女中改立阳明交大上紧嘛要114年。另外，伫咧新竹的清华大学是外团有意愿甲新竹高中来讲改历史。我们现在当然没有像交大他们已经到校务会议这个讨论的阶段了。那我们当然就是我们现在当然就是先跟竹中做更全面性、更深入性的这个交流。亲代表示，即马游玩是伫咧新竹高中老师学生了解学校好处的阶段。若是新竹高中有意愿，才会按照各自的定数去行。记者崔新志明台北报道。台湾这几年有一寡大学咧研发电动赛车。台湾大学今仔日公开由学生设计打造的电动赛车 Epsilon 4。这台赛车去年有参加澳洲学生方程式赛车，伫迄时是唯一毋是来自纽西兰甲澳洲的车队。迄当时，佫有得到企业特别奖的荣誉。回收汽车详细确认性能，台赛车队用12个月时间打造的 Epsilon 4。2022年12月头一摆参加澳洲学生方程式赛车的比赛。空力套件一样是用碳纤维制成，那我们的车架是用
钢管车架。那我们这次的话也比较多特色点是在底盘部分。我们在底盘的部分的话，我们有增加了防倾感。Upsilon 4以前3代为基础进行改良，第4天的澳洲学生方程式竞赛，比动态赛甲静态赛。静态赛伫商业发展的项目得到电车组第5名，动态赛通过倾斜检测、车手倒脱检测、机械检测。不过第6、第2关的检查无过关，无都落去现场走。那这些系统全部加在一起，看起来简单，但是线接来接去就总会有问题。那这些问题是书本上比较不会讲的，因为书本上都不会有问题，理论的事情都不会有问题。那实际上问题发生了，就开始去找出这个解决的过程，这个就需要一点经验。动态赛无过关，这段也真忝。不过20外位出国参与的队员讲，家己会使甲所学应用到，看到别国学生的创意收获也是真多。主要是在可靠度或是性能方面，我们比较有大的借鉴，因为我们还算是比较新的团队。指导教授詹开元讲，赛车队虽然是以机械系学生为主力，不过也有电机、钢管、会计、主管这系数学生。这台车毋但只有工程领域。而即阵，国内经顶台拢有研发电动赛车，7月中伫台中登场的台湾杯学生方程式联赛，因看到各校优秀队伍伫比赛场所互相比较学习。记者自综合报道。伫咧巴西东北部的碧兰布科州，当地时间初7透早有传出公寓倒去的事件，造成至少8个人死亡，5个人失踪。过身的名单是包括2个无到10岁的囡仔，救援队目前还搁咧搜救当中。为天顶看的画面，会使看到原本公寓徛的所在是规个拢密密茂茂。这栋4层楼的公寓伫透早6点半左右倒去，迄时济住户还搁咧困眠当中。巴西民防部门接到消息了后，陆续派出8个救援团队到现场。目前公寓倒去的原因是还无清楚。另外，因为当地最近一直咧落大水雨，巴西政府已经向民众提出警告。另外，有在地人士指出，这栋公寓14年前就互人认定是危险的大楼，有要求住户要搬走，但是路尾是济无厝者踮的所在。所以来关心乌克兰参罗西亚的战争已经超过500天，美国白宫测试是宣布要提供乌克兰急速炸弹。因为这种炸弹伤害力是非常强，人道主义组织是提出警告，这可能会对百姓带来严重伤亡。另外，伫咧北约峰会会伫11举办，到时会讨论乌克兰的汇集问题。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下礼拜北约峰会进行外交巡回访问，积极争取各国支持乌克兰入会。伊初次接受拜访捷克、斯洛伐克加保加利亚，随后到土耳其加总统埃尔多安会面。两个人除了就双边的关系加黑海7部的协议来进行讨论。埃尔多安更加表示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Ukrayna NATO'ya üyeliği hak ediyor. Huzurlarınızda bir vesileyle tekrar vurgulamak istiyorum. Ukrayna'nın yeniden ayağa kaldırılmasında her türlü desteği vereceğiz. 不过，一关北约成员一直认同乌克兰加入，不过对着入会速度却是意见无同。进前，泽伦斯基呼吁美国和乌克兰随加入，不过根据北约的规定，该国领土争议是上界基本的入会标准。而且有一寡成员国烦恼讲，伤紧就核准，恐惊增加北约甲俄国战争的风险。另外一个申请国瑞典的入会进程，已完向土耳其起条咧，预计70峰会进程搁再谈判。I'm confident that we'll continue to make progress, but there are still gaps to be bridged. And then the most urgent task, and all analysts agree on that, is that we will stand by Ukraine. 另外一方面，美国初7宣布提供乌克兰8亿美金的军事援助，其中包含威力强大的急速炸弹。美国讲这是非常困难的决定。乌克兰也经过书面保证的小心来使用，不过伊完遭到联合国甲人权团体反对，反而造成民众大量死伤。公视新闻杨安编译。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下晡是到南部，伫台南成立农会后援会。赖清德强调会照顾农民，发展农业。就伫民进党积极求南部民众支持的时阵，所传出有民进党的议员出现伫国民党校友义的家己行程。对驻民进党家己县东部是表示会调查处理。
将应援旗交予农会代表。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彻底行程真无行，再去结束台中行程，随挂往台南成立农会后援会，再次强调要守护台湾主权，照顾农民，发展农业，让少年人进入农业产业中。未来我一定跟大家站在一起，好好照顾农民，改善农民的生活，也未来好好推动台湾的农业，照顾台湾社会，更要结合大家的力量，守护台湾的主权。来自各地农会代表同齐画口号，营造团结气势。赖清德登去捌酒前的台南，总统蔡英文是应应刷去高雄举办的总统府音乐会。下昼落南先甲市长陈其迈同齐参访改造了后的盐埕第一公有市场，了解市府甲中央联手推动的市场清净共治的成果。有一天，我们让年轻人攻占高雄，让跟我们的阿姨、让我们的阿伯们一起。来创造我们下一个时代不一样的高雄。其实要成功吼，不是市政府，是咱大家安尼做伙吼，有咱的长辈，还有咱的少年的吼，大家做伙吼，这个才是真正是一个包容的城市。人着拜六拢落南购票，也毋过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当故乡家己拜票，身边煞出现立院议员黄英群，引来多项支持侯友宜的街头。对此，民进党家己关党部强调团结重要，表示会调查了解，若违反党纪会送党中央处分。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民调最近是无乐观，即阵国民党内更有声音讲要甲侯友宜换掉。国民党立委郑丽文就发声讲，要求换韩国瑜来选总统。侯友宜讲会展现执政的决心。当初是朱立伦的方面是呼吁党员卖油后卡。另外有风声讲，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德无一定会选到底，但是郭文德定赢讲，这个讲法拢唔是真的。现场为立法当选，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特别来到高雄家己展开铁人的行程，一讲参拜高警的表示。侯友宜也甲在地乡亲博感情，讲家己一路对警察拼到新北市长，对其站起来，即阵要证明无关系人也能选总统，化为家己爱团结起来。你要说嘉义县都是什么颜色的天下，我觉得都不是。嘉义县的所有乡亲只有一个理念跟想法，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过和谐化。其中引起注意的是，民进党县议员黄英群也来到现场，呼外界解读是倒向国民党。也不过黄英群强调，家己是以天公团艺术团员的身份来出席。侯友宜下晡甲农民座谈，对着台湾往来和中国封杀，伊强调，若当选会甲中国争取开放进口。不过，民意调查依然无起色。立委郑丽文就要求韩国瑜去侯友宜提落来，党主席朱立伦化为党员，莫破坏，若不爱听就以党纪处理。真正伤害到我们的候选人，尤其是伤害到我们的总统跟立委候选人，完全不能够不接受劝告的话，那我们一定会提出党纪。被问到是毋是甲民众党主席郭文铁通电话，朱立伦无证实这次会力大联盟有共识。不过发言人萧敬言却是讲郭文铁不一定选到底，和郭定良出面来反驳。他不会参选到底，这个呢完全都是子虚乌有的。事实上，从柯文哲他宣布参选以来，民众党全党上下，包含柯文哲本人，都是坚定参选。郭定良讲要提告国民党下设的澄清两党有误会。另外传出郭文铁8月要到新加坡甲东南亚，郭定良回应正在评估中。记者综合报道。疫情了后，航空业是动力欠工。华航今仔日是进行头一摆疫情了后头一摆的招空服员的考试，有4000多人报名，小济挖100个缺的工作机会。依照规定，爱穿白色的顶衫、深色的裙甲长裤。参加空服员面试考生，首先要通过蒙关的测试，双手伸直要摸到行李架悬度，再来要进行资料审查，还佫面试。应试的人袂少是应届毕业生，也有人是对服务业来转职。我前一份工作是在做展览实习生这样，所以是在展场上面，就是会面对一些到可能国外的客人，或者是一些场内的一些就是一些参展的观众这样。做过就是服务业的工作，然后目前也是有在做偏旅行社的部分，所以对于机票就是相关的业务有比较熟悉。
疫情了后，航空市场快速来复苏。华航讲，因为澳洲新航线的开航，即阵2600多名空服员人力是真严，计3年招募新血。除了甲2019年已经扣掉，也过因为疫情暂停报道的70多位空服员调转来受训，这摆招募也搁再录取上100位空服员，所以也招募外籍的组员。因应疫后的客运复苏以及人力的需求，的确，我们在今年把2019年已经录取的人员，陆续招回来，已经完成了受训以及上线。那我们未来在今年呢，我们会陆续到泰国以及越南站办理外籍空服员的招募。空服员以及地勤人员的一个部分，持续扩编幅度呢，相较于去年同期大概有这个扩编15%到20%的一个这个情况。疫情了后，三大国际航空今年拢有招募计划，中英5月已经招考地群。新武航空是继续开设空服员自舱长的职缺。另日本行业者强调，随着观光旅游业复苏力量增强，相关产业人力需求将会继续来招募。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有不少庙市咧做公益，提供弱势家庭照顾，也是学生的奖助学金。伫咧台东县鹿野乡永安村的圣安宫，今仔日是宣布讲要提供弱势家庭生活补助。另外，若有当地大学生伫庙里做志工20点钟的话，就通有1年8000块的助学金。有70多年历史的台东县鹿野乡永安村圣安宫，宫方为北港朝天宫分灵的妈祖，多年来受到全国各地的信徒热烈的捐养香钱。为着回馈信徒，即日起规年拢总提供500份600块的钱物，只要向妈祖跋杯，同意就会当提早每年加限。我有下愿，然后趁钱，我要加倍奉还给咱的妈祖。圣安宫伫偏僻庄卡，村内人口只有1600多人，居民以做农的较侪。弱势家庭不少，庙方讲，要彰显妈祖关怀弱势精神，除了钱物的福利，也会提供村内老人500块的金劳金，上特别是1年8000块大学助学金，互细籍伫永安村的大学生无需要成绩单，只要做庙内志工20点钟就会当领。鼓励年轻人回来，就是一起帮忙这样子，然后也有钱可以赚这样。感觉很好啊，就是大学生就是那个钱啊资源不是很好吗？就是来庙里帮忙，像现在我们在花钱母啦，有在花平安永保平安的衣服啦，这些都需要工作人员。建庙以来头一摆推出大学助学金，底限增加经济权，和其他地区的大学生真新鲜。庙方希望，和信徒的捐款发挥上大的功效，照顾在地少年人。每年个看经费状况，提供大学以下学生的助学金。记者综合报道。新竹生活美学馆配合国家语言的推广，今仔日是特别邀请新竹当地的童军团举办幼童军培训活动，其中拢用台语进行教学，和台语通融入囡仔的学习当中。夹起了要放在倒位？来，你若有带目镜，就是放在目镜尾啊。用台语教囡仔童军敬礼的方式，各变换队形的手势。囡仔听了拢感觉真新鲜，尤其是用哪算哪学台语的方式，学起来是特别趣味。我就爱讲台语迄种母语啦，所以我就是妈妈就问我想要来这个童军营，我就讲好啊，因为这个嘛是用台语去教阮迄童军用的代志。是一种挑战，真趣味，嘿，因为。大部分的人伫厝诶，足少讲台语，甲爸母伫讲嘛是讲一段尔，毋是讲甲足长诶。虽然讲阮嘛常常讲，但是有时阵嘛会袂练转诶时阵。虽然来参加活动诶囡仔内底有诶是完全袂晓讲台语，毋过因为厝内阿公阿嬷拢讲台语诶关系，嘛引起家己想要来学台语诶兴趣。阿公阿嬷都讲台语，然后我也要。如果因为我不讲的话。长大以后我会听不懂我阿公阿嬷的意思。这是童子军的一个较特别的活动啦吼，因为咱大家拢讲爱学嘛吼，活到老学到老嘛吼，所以咱用学习吼，伫个佚佗中来学习吼，我感觉这是一种总比你看册来讲吼，效果当然一定较好啦。专配集合，就是全体集合，一等四队，
经过一天的练习，大家唔拿对当军有更较深的认识以外，咪当对其中学到台语，透过无同款的方式，来让更较侪人做伙较接讲台语。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明仔天气如何？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8度到37度，中部地区26度到35度，南部地区25度到35度。东部地区26度到34度，高岛地区26度到33度。接下来是未来3天的天气状况。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小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我是郭美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这个所在是阮贯穿的